最近社会上性骚扰的案件是直逼出来，阁有几来人出来指控命运人士王丹对因性骚扰。昨昏有一个姓李的查甫人对王丹提出告诉，王丹伫面册顶头是回应讲，伊会提早结束伫美国的行程，会返来台湾接受调查。也那清华大学嘛已经启动调查，而且停止对王丹的聘任。强制性交未遂就是221。画面内底姓李的查甫人指控命运人士王丹9年前伫美国的饭店硬甲伊针，但未到王丹出面会室内，查7伊去台北地检署，告王丹涉嫌强制性交未遂。目前已经有2个清大校友出面指控王丹性骚扰，清大性平会已经启动调查的程序。姓李的男性嘛讲，有收到其他的受害者私底下甲伊联络，呼吁因勇敢出来申诉。清大性平会那边的意思是说只要你当时有被侵犯过，那你无论是否在清大的学籍，就无论你只要是有学生身份，你都可以去跟他们申诉。那这个就是我希望就是受害者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跟他们去做一个申诉。王丹加入去性骚扰的风波，查7第一人面册回应讲，已经提早结束访问美国的计划，会返来台湾面对司法的检视，未想要闪开，嘛答应会找适合的时机来说明。另外，原本按算向清大争取续聘，今晚嘛已经向清大社会所正式退回申请。针对这点，清大社会所已经早一步结束聘任的流程。清大嘛决定针对几啊件性骚扰的事件扩大调查，会就王丹伫清大2年开课的记录，学校会主动甲所有修课的学生甲助教来联络，了解是否还有其他学生和助教遭遇性平事件，并提供相关资讯和权益说明。2、公开呼吁当事人与本校联系，在本校性平会网站公告相关资讯与联络管道。另外，宜兰县消防局搁再传出性骚扰的案件，一个查某队员指控3月份的时阵，伊伫个人的套房内底困，惊醒了后发现房间门防开开，搁看到分队长举手机甲伊翕相。代志爆出来了后，宜兰县消防局查7召开性骚扰申诉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。任何的性骚扰都不被允许的，请消防局审慎的处理。不过，去年宜兰县消防局都标出工课场性骚扰的案件，不只个第一时间消防局以代志发生伫避勤，无下用性平法，搁未互受害者请假。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讲，消防局无要依医生的叮咛，要求受害者都要回分队上班，袂手当事人敢若会当甲工课辞掉，要求检察院介入调查，纠正宜兰县政府甲消防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那伫